Hello 姐姐， Hello， 你叫咩名啊？我叫 Yulia， 你幾歲啊？ 42歲。結咗婚未啊？離婚，有冇小朋友？我有2個小朋友。幾歲啊？一個17歲，一個12歲。咁你做咗幾耐喺香港7年。 ？7年。係。咁你照顧乜嘢啊？而家咧，我正結我嘅，我照顧，正結我嘅買餸咁樣。之前咧有冇試過試過照顧小朋友或者老人家？以前我照顧婆婆公公啊。哦，點幫手婆婆公公？幫個廁所，幫手，幫備食備藥咁樣啊。老人家健唔健康啊？健康。使唔使到輪椅啊？要啊。要啊。咁使唔使陪覆診啊？要。要。咁你識唔識煮餸啊？食。煮咩啊餸？煮普通，煮 steam egg steam 雞。steam pork 咁樣。咁你識唔識咩餸啊？食。好，唔該晒。拜拜。拜拜。Thank you。